2025年廣東貨物貿易進出口9.49萬億元人民幣，佔全國外貿總值嘅20.9%，對全國外貿增長嘅貢獻率達到24.1%。市場佈局更趨多元，新興市場增速高於整體。2025年，廣東對前3大貿易夥伴，也就是東盟、我國的香港地區和歐盟的進出口規模均突破了萬億元，分別為1.53萬億、1.28萬億、1.13萬億元。對共建“一帶一路”國家的進出口3.66萬億元，增長5%。東盟已經連續6年保持廣東第一大貿易夥伴地位，其中廣州與東盟2025年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2000億元，同比增長18%。從進出口的商品看，機電產品拉動作用顯著，對整體貿易的增長貢獻率達到42.4%。出口東盟的電子元器件、電工器材均實現了2位數的增長，至東盟進口電腦零部件實現倍增。這些情況都表明區域產業鏈正不斷的協同交融。